导演，你在做啊？暗拄住啊？有冇给母弟做点懵来啊？还弟弟拄啊？考不上就死定了。你好，我是麦文孝。梦想会带来希望，老热情。辛苦了，帮我放在2楼柜台。不能有你条， Amber， 来给你。不能上忙打标。你好，我是麦文孝。你好。小姐你好，我是麦文孝，请多指教。请坐。不好意思，请慢走。假使对未来无期望，창조대田震水流，那一定常常保养喽，因为文明饭店的工chung作日夜颠倒，这种有用诶。其实工作没什么事情保养。好，那应该是遗传到了伯母的好皮肤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感恩地大地土紅，小寬跌落巴希，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你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眷恋。三哥，我今本年要去总公司啊，唔記得哦？哪個事情？我知道你今天要去公司啊，知道。所以你已经出门了。其實我冇計事情啦，請你老人講一下，按不要太加做甜筒，讓見過啊。唔錯，我唔懂太聲呢。唔做得啦，你隨意啊。安子生，三哥，有限人來聽看一下冇事哦。韓國語講，佢都冇轉去。心情冇嘛好，你都冇喊脾氣。最近實在太忙了。老曉的，我會答佢事情拉倒咧。先顧好自家專攻啦。好啦好啦，唔睇人呢，
你去讲，伊较尾谈，拜托。哦，你还会变长官呢，夜色。好，那我去考试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妹哦，哎呦，家属娘实在太伤了，啊，唔免将伊落见伊咧嘿，就看按开了。迄榴莲亭去家属啦。嘿哦，放伊去马街咯，吓到了。迄支生前留下来个洋枪，一家破一家捡。嘿哦，说我们经济很愉快。这个好，麦笑，你之前都有跟我提过，就是自己录告别光碟啊，然后给每个亲友都可以开心。哦，哎，冇使啊，冇使啊。哎呦，佢咁係眼神嘅目色啊，唔係唔係咯，他是都收拾你會看。哎呦，我每次都奇怪怪了。哎呦，头摆哦，看见安尼哦，就当小妹妹，然后就怪怪了，有点粗粗的了，又悄悄就忙来了。你干嘛？嘿呀，给忙来了，懵哎了，身体就变了。真给你啊？嘿呀，唉，郑明，是不是麦笑跟他家的人吵架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？应该是。讲正格的，我还蛮怀念他以前那样的疯疯癫癫的，没大没小。现在逗他开心，就这副死样子。我是，来，有家属要订寿衣，我跟他说你的卖笑高级出镜定制服非常厉害。我可帮你跟他约明天好不好？小王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比较忙。莫师啊，有喊吗？有啊。有一件事情，中枪唔天数啊。应该发动时，按叫太无限的嘛。有个阿婆嘅仪容，做啲枪花嘅项目。我想买款唔花过，伊不花。嘿呀嘿呀。哎，这时间短讲的了，我老校园啦，我老天数准备东西了。好啊，我看一下。这次啊，要不是那个江乐胜，后面两段怎么可能最后一名？哎呀，我是不在乎绩效啦，不过以后那个江省，我看一次就打一次。加我一个，看一次打一次，爽！长那么高，哎呀，是要跟我一样胖，说不定就有用了啦。对呀，怎么死又不长脑袋，心眼那么小？跑10公里又怎么样呢？
快有员工旅游了，很好了。亚拜是破世界纪录嘞，按天收，万人咁强害了。緋闻太保的马戏哦。哎呦，阿天姐啊你咖啡乖乖的。哎呀，出铺。怎么样？休假时间你们自己安排，一切照准。哦，一切照准喽，很好了。莫安的好么？大家一起努力打拼啊！那如果公司业绩能够冲到前3名，我跟总公司要求业绩奖金 double。好吧。爱天读啊！报告，来买大票。尽量了。竟然没员工了，我做得起么了？给我一杯咖啡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眷恋，没什么好眷恋。所以就没人打就上塔，主理的放下他。放下，放下！你比他卡有关系吗？有屁都要哎！阿飘哥，不能让我抱一下！龟，给我抱一下！龟，你，阿飘公，阿飘公不在，师傅。就这一步卡呢。伊讲迄味啊，国小去啦，哎呦，叫伊把丁仔后边做，不伊做好做嘅事，我听说伊嘅心情会很好哦。这是谁啊？排挤我是不是？春天的一条发，骑的是航茶，涂了袄衫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这是谁啊？排挤我是不是？跟我说要庆祝，也没有人理我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办公室里面，像排挤我就是了，对吧？啊，排挤啊！来唱歌！哎，係細行啊，聲熱啊，我吐水啊！開始動！哎，做乜嘢啊？龟，你下班了，让我送你回去。在你的救了，有你真好，在你的救了。 1, 2, 3, 4。冬天最爱你在寒冷的夜风，在那冰天雪地，爱情在闪烁。你很相逢，你远处。你干嘛？你很没爱还呢？太好了！阿龟呀，你爱还呢？你干嘛偷呢？ 爱
天堂交给我就好。妈妈，那你转右嘛？你要走嘛？放我下来嘛！那你转一啦。我了也我了才放松口动枪。老底冲哦！哎，忙救上嘿！就放我下来啦！走了啦，走了啦！我想你这样过分哦！哦，你不要闹了，我看不到路。你不会排挤我哈？我有气度哦。我里外不是人哦。我他妈的这一圈做了20多年，我什么时候做过最后一名啊？拉了个担担面呢，第2名我都不选啊！第2名。我好冷哦。可以怎样？哎呦！按钮可以扭的啦。你把棉被打开来以后再叫好不好？你跟你做那么做三副啊？问你呀。我哪？迄唔通係食副白香蕉嘅，爭下嚟就睇到係純黃水睇嚟。按用鋼搓，水得跟豬一樣，搞不手好。我真很不钱。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？你干嘛把我带来这里啊？嘿，醒书某章。我姓蘇某章，你會做多按鈕？你給我摸着你自己良心說，摸着你自己胸部說，但最好你是有胸部。我有啊，不明顯而已。你幹嘛把我帶來你家啊？我原本要送你回去，是你在我車上亂搶我的方向盤，還說什麼要來我家看我胸部到底睡着了沒有，乖不乖？誰知道是真的就來想去。黑手門。喂，這件事我們就當沒發生過，誰說出去，誰就敲牆。說出去有比你丟臉好不好？我不相信。啾啾。喂，要不要我開車送你啊？各位，新的人事分配，注意一下这边。來了，糖都來了。不是我，老生狗，校園，老江省，田記，哎，老矮閩國班狗，朱永之業。好。Johnson，有人叫 Johnson。下個迄公路神啊，應該就迄江省共產。
应该可能不准。也嘛该了，你嘛该下妈了。哎，你左边现在啊哈，所以那边了，我看到鬼影啊，每记讲记就冇几片水了，好像受到会死了。哦，又冇洗身，出救命都会死了。你丑本领，另案斗水都奈啊？还是糖路上被谁捡走了啊？嘿嘿嘿嘿。我算过，我算过。徐太公，嘿唔嘿没查谁啊？那有马个江省啊？你就此条路了，还下干面？没看到，一并还看水。开港后，邱老大没写错，就是我。我只是想做一个让女儿看得起的爸爸。我想重新开始，我想改变我自己。我每一个工作都做不到3个月，因为我总是眼高手低，说的比做的还好。而且我跟同事也处得不好，所以我只好回去一直念书，一直念书。但我就算念到博士也没有用，我还是找不到工作。所以邱老大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要当一个让我女儿看得起的爸爸，拜托你。我想重新开始，我想改变我自己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工作。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我已经找不到工作了。我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邱老大，拜托我，拜托你。很棒，有目标，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加油！攞向演，天初會聽順嘅。他这种人想好人心，台湾都没地震。以为每个女孩都这么好骗？外面资料看过一遍，依时间先后把细节确认清楚。没有问题啊，这个我会。你顶嘴啊！做期法会时间定好的，打电话给念经师傅跟公司问确认到达的时间，送来的复文稿子会给家属检查。没问题的话确认份数，然后赶快送到印传局。有问题吗？不是这2个 case 吧？都已经到尾声了，应该只要办告别式就行了吧？ You are right。告别式时间确认的，检查所有东西是不是齐全，纸扎付钱是不是到了，五罐上的字会再确认一遍。每个案子检查好的物品放在同一个置物箱，置物箱在休息室。OK。哦，还有，这上面是我跟家属约见面的时间。麦少。 麦少，对不起啊。没有啦，我应该要感谢你才对。我爸爸妈妈他们应该也会感谢你的，真的。
好来做乜嘅？哎，是我找你们一起的。春天跟一条花，一条花，去的是红茶，土鹅熬上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，是我找你们一起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还有开幕的邀请函。我有工作了，我开了一家店哦。开幕的第一天，请你们一定要来，你们一定要来。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啊，我不晓得我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呢。从选店面、挑装潢到找美容师，原来公司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哎。小恩，你真的是我的恩人哎。你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连我的医生都说啊，找工作这个点子简直太棒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来，你一定要来哦！你相信我，你只要一点改变，就会非常漂亮的。振斌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啦？我现在呢可是全新的江若瑶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不会再做傻事了，我也不会再闹了。你相信我嘛？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？我会改，我就一定会改。可是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哦。第一鋪已經都病鬼出來咧，你可以看一下嗎？阿弟呢？請問你早晨會唔會去化妝？家族姨媽吃演出後，張拜託你咯。哎，我也會到。唔是啦，真個。係唔關咧，意思夠唔夠啦？啊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你今天已經叫我3次生狗了，你就這麼忘不了？你東西都準備好了沒？你是要拖多久？全部都好了，小恩姐，請你看一遍。叫乜嘢啊？生狗咩係危失敗，曉人。趙娟。嘿嘿。就不習慣，叫做什麼事情？你以為我就很習慣你當我的長官啊？哎，嘴。生狗。哎，生狗到。張嬸。哎。你這個東西都點過了啊？哎。有少東西你就死定。哎。是卖笑在换，又不是我在换，你在那边吹啊吹什么东西啊？我在里面眼睛一闭，突然天就亮了，我怎么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啊？哎，追！叫你快点就快一点，去跟麦校说快一点，架子都倒了啦！麦校，快一点啊！你要花天亮。弟弟，我已經走嘛。唔會啊，蘇醒要掉喺後面天天。
唔是激动啦，因为阮哥伊廿几床。我爱用英困来啊，爱弟，应该应该人，加油！家长仪容的时候，心中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、阿嬷说，都可以说。那这些金银财宝、莲花，把它放在妈妈身边，让她带走。哎，这不是我妈哎，这不是我妈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妈在哪里？现在是怎么样？我妈在哪里？给我一个解释啊！我告你们，什么？你们原来都不是我妈。喂，阿田姐啊，老来讲一下，那平贵地都有等梦做嘅太子无？臭逼你外劳江神搬出来的咩？是他说是对的咩？昨天几句一起退兵，今天几个一起出兵，谁办的？都到贵了，哪个白目的？一定是江神哦。风发嘛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快点去！刚才去接阿嬷大腿的时候，有请你们确认是谁确认？是我。我就想说，应该不会理错人啊。刚刚跟兵官那边确认了，今天公司出殡的只有丁阿嬷一位女性，所以不会有错。怎么可能？可能都是啊。像我妈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有在看吗？不好意思，交代，合理的解释。这位真的是丁阿嬷没有错，不然我可以卸妆给你们看。小恩有跟我说，你们希望是自然妆，可是我化妆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感觉阿嬷应该会喜欢用这个样子离开，所以我画了很久，可能画的有点年轻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你来变这样，希望你没错呀，快点啊！今天的英雄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莫叔！你毕业班国强！家属全就懂干通呢，讲假着就唔记得去想到阿婆嘅心情。系啊，清楚啊，人讲汉子谁？你做嘅记得，你系动赞嘅，全世界进赞嘅莫少。係巴總周閃夫，因為黑人南美人應該做嘅事情錯嘛？你證明嘅南美人應該留翻個強友結婚叫死你錯嘛？錯，同埋強人勇士啊！我叫你嘅，我媽媽命我唔好啦，莫笑，應該換做應笑當錯啊！我變做一隻正經嘅男美女，你講去唱啊，叫我笑啊！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我跳过7次高空弹跳，2次高空跳伞，10几次的滑雪，去了10几个、20几个国家。我做了所有我想要做任何可以小到疯狂的事情，好玩的事情，让我非常的振奋的事情。我很幸运的来到这个世间上。那有一对非常正点的父母亲，
我知道你们很爱我，但是即便你们很担心我，我还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：当我离开的时候，不要为我难过，不要为我掉任何一滴眼泪，因为在你眼前的我，过得非常非常充实和快乐。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去更疯狂的地方、更没有限制的地方玩耍了。所以，请你们祝福我，带着笑容祝福我。我爱你们。这样子，影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我去搜一下。你有后点点吃到梦想，恋爱寒夜哦。我发到你一时之中拿到迄样梦想。给黑阶段性目标，很容易减的。你一时迄目标，梦想系乜解啊？太后张碧亚甲他师兄个老男朋友，迄年个出书结婚，有2条胎狗住在有很大很大窗户的房子，门口有秋千、草坪。但迄爱爸无偏，有老男朋友分数，梦想变做同好笑。无人嘅梦想係好笑嘅。我小時期嘅夢想就係做站長。对吗？包青天顺口嘅站长。你还真挺好好笑。更加上到咧，我小时节嘅梦想，係做美少女战士。嘅 Spiderman 係愛咯。每一個人生階段啊，都會有某樣樣嘅夢啊。小時候，我想要當展昭，是因為可以拿刀去抓壞人嘛。而長大一點的時候，我也有想過當社工，因為小時候，他們常常來照顧我還有阿爸。讀高中，還就考一次大學。大概你也是唔捌，去買六合彩，希望做得抽大獎，揾下部休息、享福，都話無少，等到還沒賺。
杀出查甫的。那就可以是硬上的空间，想等你上来，我带去去蛮耐啦啊。很乖哦，还甲我款片的，去贴上，买什么样地都可以请你，全球做。那个梦想还冇开。有你个是家己教。那也只是人生阶段嘛，阶段性的任务啊。像麦校，他想要开一个定制服的服饰店嘛。那刘梦婷想要去挑战各种机械运动。而江神想要让自己的女儿看得起，桂姨呢？她想要做什么？养生餐专卖。是啊。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会遗憾的事情，你有没有？我以前写过一张梦想清单，有一项是参加超级马拉松。或是撒哈拉沙漠，疯了。会选来，嘛个梦想就面目的，肯定一样。你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。起码可以帮魔女公主完成梦想。曾吉娜，她的行动力我真的很佩服哎。我本来还不太想去，现在想想，还是要去帮她加油。你做得下班了？再打几通电话，老江城对他事情，做过了，中一分胜负。会从来猜？不是啊。因含迄目腔下出现较好，先摸下咧。恭喜！谢谢你再帮我多招介绍人来我常来啊！谢谢，拜拜。雪碧，我等你好久哦。你有看到罗小恩吗？没有哎，他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他还没到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不管了，我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哦。妈，要转了来呀！文浩，我跟你讲，生活这篇意思是讲哦，用片讲好嘞，无就先来沟通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也那就要客厅做做对了。好。我们先上片。好，要拿一步步诶。安子姐。桂义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好吗？师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啦。这个师姐好眼熟哦。啊，不重要啦，桂义，可不可以请你接受我的道歉？
可以吗？拜托。自己错在哪吗？矮弟，我知道。安利家家唔记得自家自由嘅梦想，无就显老所爱嘅人，天数完成家条嘅梦。安利话到人生还有多长嘅时间，做地计划。呢条路清太嘅书法。就是本人相信，人生正经短短，有梦就爱杀杀一脚。但是就本着你的啊，人拢就讲走你走。200万一条人命，一点仔都袂过分。老臭屁，我走。朋友迄慢嘅，朋友，你心爱吗？心爱。老肉也听众没有看过。爸爸妈妈会骂干，还是不记得骂干？记得了，恩爱结婚恭喜你，还是结婚恭喜你啊！任务完成，新年恭喜。应该让结婚，让恭来。